乌蝶谷有石头放落来，当场结着5个人，其中4个人无喘气、无心跳，1个人重伤。花莲万里溪放山湖发布红色的警戒，14点钟内可能会有溢流的风险，在地有6个村里宣布停班停课。中华园林信义巷的水应该有的悬，但若森林犀利，今仔日雨量全台湾上济，农民紧办菜来减少损失。各位乡亲平安，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7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，我是丹妮。咱先赶紧来关心这2天的大水雨，未少所在拢传出灾情。最新的消息是，伫台中下晡发生一件严重的意外，有一个登山队去乌蝶谷的水墙的步道，说是雄雄拄着石头放落来，去击着5个人，其中4个人是现全的无喘气、无心跳。目前消防人员已经去到现场，等咧抢救。台中乌蝶谷水墙侧步道1.4公里的所在发生意外现场，有真侪石头落到规涂骹。下晡3点钟下警消接报有一个15人的爬山团体经过这所在，其中有2个查甫、一个查某当场互这石头撞到，已经无气息啊。另外还有一个查某是胸坎痛，人是清醒的。这现场有5个人受伤，爬山团体留2个人伫现场被判，另外9个人先铁路山。9个在前面，他们走得快。所以前面有9个就对了。你们是后面的总共15个人。总共15个，他们2个半路没有上去。我先生之前才开过刀，我们走得比较慢，而且那时候就走下了。我先生认为说他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就折返了。防范水情加搜救大队赶紧派这搜救小组，拢赶往山顶要进来救援。即马就是我唔知，即下等消防队人来这看啥。因为这几天4个拢落大水雨，内政部国家公园署进前也提出警示，讲雨落遮大，山区的土壤含水量已经真饱甜啊，地质环境真歹。过落雨了后，真简单引发大范围的崩山落石甲土石流这情形，强烈建议民众取消也是延后户外活动行程，唔通强要入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提醒乡亲都要特别注意，伫咧花莲万里溪崩山湖，昨暉尾暗的时阵，才解除温色的警戒，因为透暝落雨，透早又搁发布温色的警戒，嘛影响甲枫林镇是属预防性撤离。一直到今仔日中昼12点，是进一步宣布升做红色的警戒，也就是讲24点钟内可能会有溢流的风险。目前已经强制甲所有的保全户疏开，在地嘛有6个村里过道是停班停课。透早新营里里长石玉珍伫警方陪同1号通知，佮爱准备撤离，前一红伫要6点才登记厝的李女士，又佮要离家。我今天又要上去。好，没有关系的。好，没有办法碰到了哈。安全第一。是。虽然农业部前一日下昼才针对万里溪崩山湖解除黄色警戒，也毋过集水区雨势并无像有判断好累积雨量。电到一直升悬，离7早起7点外，重新宣布黄色警戒，万盈村甲枫林镇各一摆通知保全户撤离。晚上的9点、11点，然后到清晨2点、5点的这几个趋势，大部分都没有改变，都有往上的趋势。收容了，就是跟昨天一模一样。没有差别，只是人放回家，那这次又把他叫回来。各位乡亲请注意，现在开始进行万里溪堰社湖疏散撤离作业。要确保村里面拢接到通知，警方也派出警车定点公布，官方也派出卡车专车，包括万盈、枫林有6村里居民爱中心登高，收容中心也是移迁，枫林镇公所是扩大撤离。一城孤岛，所以我们这边整个生荣里会采取全面净空的情况。随雨量继续累积，中昼12点左右，直接警报响起来，黄色提升到红色警戒，需要强制撤离所有保全户。警方是伫撤离了后，搁一摆检查，敢是真正健康。现在万里溪发布红色警戒，请进行立即的撤离。工作人员由警戒线封桥的，都是上晚近崩山湖的西部大桥警戒范围内的万里溪、这英大桥也拢封起来，离7分燃烧高，无法度这片空袭，无法度测量水位。林保署指出，崩山湖扩容大约达到7成，受保全的2乡镇6村里，27中昼起停班停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因为落大水后，新竹嘛做大水。伫新丰顺产失踪去一个65岁查甫人，中昼的时阵，消防已经找到伊的遗体。新竹这一届水灾，计共已经有2个人死亡，也有1个人失踪。一个失踪的81岁老阿伯，也是出门巡产了后，就无消无息。目前有找到伊的货车，不过已经去互土石跌甲变形去，消防要得咧拍拼找人。透早消防局来到新埔，要找失踪的81岁时代，现场可以当看到，那些货车已经互土石跌甲变形。家属讲，时代早起7点出门，讲要去农地巡产园，没想到就安尼归人碰见。警方的监视器，它是7点10分从我家门口经过下来，我们才来这边找，都找到说他车子就在这里面，埋在这里面了。他是怕说这个水会淹到他的菜，他就跑下来看。其实7点多已经很大了啦。今天主要搜索的区域是在这个范围。新丰某一个65岁查甫人，赶快是去农地巡产了，就失踪。消防局拜六除了派人伫附近搜救，也出动空拍机到找人。新竹县长尤文科也来到现场关心，经过抢救，伫中昼找到人，不过人已经不幸往生。这是一个非常难决定的事情。照规定的话，都达不到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，所以我们几经考虑之后，我们是原本针对各个乡镇，它特殊情形，我们同意它来停班停课。但是后来考虑到整体的区域性的一个需求。拜五一场大雨，造成新竹县2死1人失踪的意外，有不少民众也对县府宣布停班停课的时间提出质疑。县长表示，这摆落雨落甲搁紧搁大，已经超过新竹县的排水系统，对大雨所引起的无方便，会向受到影响的乡亲回示咧。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。国际消息，咱来关心委内瑞拉发生100年来上界严重的地震，而且灾情要持续伫咧扩大。根据官方最新的统计，因死亡的人数至少已经有920个人，有超过3300个人受伤。目前还阁有真侪人掉伫倒去的建筑物内底，因为重灾区欠缺大型的机具，不少民众甲来当国手舞来找因的亲人。即马时间1分1秒过去，各国的搜救队嘛赶紧去斗相共，希望会当抢救更较侪人。庄仔厝下中，一个少年人提伞跳一直舞。大地震发生的时，伊人伫外地，母亲甲细汉弟弟住的大楼已经变作废墟。甲美迪娜同款，真侪居民只会当靠双手甲简单的工具，伫庄仔厝下中找找失联的亲人。东灾区拉瓜希拉也有不少倒去的建筑无清理，大批家属就急守伫废墟边仔，等待继续出现。Gobierno a los países del mundo que nos ayuden. Mire, aquí se necesitan máquinas, la fuerza humana no va a dar basto, no pueden hombres mover esas estructuras. 当地搜救甲时间走熟的同时，国际救援队陆续赶到。萨尔瓦多搜救犬无人机甲热显相机，到伫找找。美国提供1亿5000万美金援助，派遣军机甲军舰支援，搁暂时放宽部分制裁措施，协助救灾物资进入委内瑞拉。也毋过灾区也开始出现边缘甲特殊问题。代理总理罗德里格斯去勘察时，互部分居民大声喊发声，批评政府救援不力，也阻止志工进入灾区。当局表示，大量志工甲车辆入入灾区，造成交通塌掉，影响救援效率。加上部分地区出现民众拢伫店头、仓库、甲超市搬食物、甲饮水等物资的情况，所以该由军方专门接管维安、甲交通管制工作。官方也表示，这摆受损的毋但是民家厝，便宜商场等公共设施同款受到严重的破坏，至少1000个基础设施受损。这代表就算搜救工作告一段落，委内瑞拉也会面临真长搁艰难的重建挑战。公视新闻陈秋梅编译。美国甲伊朗才打签停战备忘录尔，煞是随搁拍起来。有一只中央货运的货船通过荷鲁兹海峡的时阵，去互伊朗攻击。美军骂伊朗违反停火协议，就发动空袭来报复。不过伊朗说是讲，因为这只船啊违规在先，配合美国根本是找借口发动攻击。
航行在荷姆兹海峡的货轮向遭到无人机攻击。美国总统川普证实，伊朗向通过这条全球重要连环航道的船只发射4架无人机，其中3架被美军拍落来，另外1架拍到长型海军翼海动力轮。I don'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. Actually, 4.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. Not an Allied ship, but a ship, a very expensive ship. And it was fine,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. They shouldn't be doing that. 根据长型海军水平挂新加坡旗的动力轮，迄时阵沿阿曼海峡驶离开的荷姆兹海峡，驾驶台顶悬架屏，互不明物件弄掉，造成厝顶甲驾驶室窗仔受损，按过无人员伤亡，船也顺利脱离海峡。美军中央司令部认定，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，攻击商船，明显违反美伊停火协议，出动军机空袭伊朗境内飞弹甲无人机储存设施，引发雷达站做强烈的回应。不过，伊朗方面强烈否认美方指控。伊朗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奇伫社群平台表示，美国搁一摆伫谈判期间攻击伊朗，证明川普政府根本无遵守谈判原则，也无遵守停火协议。伊朗国营媒体引用军方消息人士指出，代志发生之前有船只违反荷姆兹海峡通行规定，所以伊朗部队捌发射警告弹甲警告飞弹，美国所安尼对伊朗发动攻击。另外，经过5摆会谈了后，黎巴嫩、以色列甲美国日后伫华盛顿签署一项3方防击协议，为这2个长期敌对的中东国家进一步达成和平协议来铺路。公视新闻陈秋梅报道。军事消息来看，中国持续压关两岸紧张的情势。今仔日透早有一只中国的海警船侵扰咱国的东沙海峡，佮用广播伫遐咧乌白讲中华民国无存在，伫遐咧起无空。咱的海巡是随去哪查，嘛甲抢倒转去，叫因应该就要赶紧转去争取民主自由。双方上近敢若离0.4海里。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与现状。台湾人民在民主自由的体制下，创造了经济奇迹与民选总统的骄傲。你们应该回去争取民主自由，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，让中国百姓过上繁荣安稳的好日子。现在，请你立即转向。海巡甲中国的海警船对徛，伫咧前线守护咱的海峡。另外，国防部嘛掌握中国军方的动态。今仔日侦查到一只中国军机出现伫咧咱的西南空域，也有7只中国军舰扰乱台海，咱的国军拢有严密的监控。镜头转来咱国内，有关大水河造成的灾情，上山5分埔的上宽早起出现一个差不多6米宽、2米深的坑。台北市长周万安去现场勘查，嘛预防性甲这8户的居民疏开，而且嘛宣布讲要投入65亿治水的经费，要来提升排水系统，伫咧1点钟内会当负担的雨量，要提升到88.8毫米。怪手甲破去的淡水家地一直挖出来。台北市上山区5分埔上区这几天因为大水雨影响，上山路的巷仔路拢落入去。民众赶紧报警查，警消接报了后，伫现场用封锁线围起来。台北市长周万安到现场勘查，讲这落入去的坑长宽大约6公尺，深2公尺。土木技术工会也检查安全结果，讲现时无危险。我们还是做了预防性的撤离，好，总共2栋8户，好，但是我想很快回填之后，那安全无虞没有问题的住户就可以再回来。可能雨下的太多了，或者是说那个最近水量比较大，影响那个水沟的这个结构。对，这摆来湖是淹水的东西区，台北市政府表示开将近4000万的灾害应变分队协助平台，伫淹水迄天发生故障，造成各单位资料无法度随上传。对此，周万安证实迄天有大量影像资讯回传，伺服器确实有短暂延迟，也毋过并无影响到救灾行动，也宣布要提升这个防范大水的做法，要用65亿甲台北市的雨水用受能力每点钟78.8毫米提升到88.8毫米。我们预计65亿的治水经费，我们规划5到10年，我们希望持续的布建，所以包括我们看到百灵抽水站、大龙抽水站的新建，还有包括中山抽水站的扩建。那他们自己说呢，这个排水沟上面这个有淤积所以要清扫，这也是事实嘛。淹水这也是事实嘛。淹水所造成的灾害，目前他们的这个金额完全没有办法弥补，这也是事实嘛。
对照民进党参选人新品油点出饮水主要原因是边仔沟仔无清，要排水问题，也讲市府的测站数字甲气象数无符合。市民当时无接到通知，未做好防灾准备，市府是有责任。因为台北市政府上悬2万块救助金，新品油认为讲无法度来补偿灾民的损失，已经向中央来争取更加多灾后的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目前屏东有的所在水是还未退。东港南边等6个乡镇今仔日是停班停课。也那行政院长杜永泰今仔日有落南勘灾，宣布补助的标准。厝内饮水若是饮到50公分以上的，会补助2万块；若有电器、海气的，会补助1万。汽机车通过积水所在，全部检测完行，油源喷出水。在27线南边路段，27早起积水拢无退，公路单位赶紧封上班路段，避免发生交通意外。水深到脚踏夫，民众出外买物件，只好撩水。经过前2天强降雨，屏东东港东新里行动路附近同款积水未退，社区内底路也是一条水路，就算住户设水棚，也无法度挡大水。个过啊，伊个水拢要下雨遮来啊！我当去上班啊，边仔的雷关地理部分地区，厝内积水已经退去，民众步行清理，暗过路的积水还阁甲卡巴。少看有退尔。啊，无昨到遮啊。啊，你介济咧想我要安怎往啊嘛？介往嘛去办咧。受连日暴雨影响，屏东未少所在积淹水，有东港、新恒、南州、南边、甲垦丁、嘉东等6乡镇，日次停班停课。行政院长杜永泰落南勘灾，启动补助方案。只要你里面淹到50公分以上，一律给予2万元的补助，这是中央的部分。另外，在住户里面、居家里面或者这个门牌号码的这个居所里面，你有家电的损失。我们另外会再给予1万元的家电的损失的补助。国军也投入救灾，除了分送民生物资给受灾民众，也配合执行灾后复原，要赶紧协助灾区恢复正常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那中部做大水的情形嘛不哩啊食力。中华园林信义巷水是淹甲腰的悬，有的住户是消防队去斗3工才有法度出来。咱那伫个云林西里，今仔日累积的雨量是全台湾上济，有农民惊因种的菜拢浸水，是赶紧抢修，希望会当减少损失。雨也伫落，雨满清理也是赶紧来田来挂菜，种菜人赶紧来采收这个藤丝菜，若搁前一个菜都会烂了了咯。我到啊，菜好收收，你不担心啊？不过，也旱季叶仔田龟已经浸伫水内底，虽然农民半暝就赶紧来挽，要不雨实在是落伤大，只好叫偌济算偌济咯。像即摆咧泡掉的，过阵甲拢泡掉的，水头无力就拢死。这边都低洼，然后都淹掉了。日7透早开始，中部各县市就一直落大水雨，其中云林西里到下晡4点半，这雨量已经超过240毫米，暂时是全国路上多，除了真侪田浸伫水内底，西里搁在市场4块位的路淹水也淹得真严重。要上溪水的，正若落雨、落大雨，这就是拢淹。云林西里好尾淹水淹真悬，南中华各乡镇市也拢有大雨的灾情，累计雨量拢排伫前10名。彰化县云林市有真侪路段淹水严重，其中信义巷被淹到腰才悬。消防队27早起6点替离军来疏忽。我们派遣到信义巷那边，总共撤离有9位民众。爱抽啦，啊，你么就是，啊，唔敢拼的啊。虽然27下晡雨有较热，也毋过因为最近议员可能会落雨，惊讲雨落较大会阁淹水，受灾户就等天气较稳定了后，就过来整理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来看今暝有真侪有特色的古厝，旧来因为吹风晒日受损长，慢慢啊失去光彩。不过有的人认为讲，这个古厝有老师傅的手艺，有温度甲情感，所以因摕卡米拉记录，也加时来修复，用无共款的方式，互古厝有新的生命力。大期待青春咱的梦，下晡7点半，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个少年家因守护古厝甲传承文化的故事。陈建勋是伫金门大汉的，有闲的时阵，伊会四界行踏，
用镜头甲无人住的古厝翕起来，因为伊毋知影遮个厝明仔载敢还会伫哩。相时伊嘛去到修复的现场，翕遮个修复古厝珍贵的机艺。哎，师傅早安，亮宇早安。因为毋捌做过有哦，土路后偌高有哦，就是靠这个头啊。安尼。靠大家知影讲，金尾古厝其实有较侪老师，用很多不同的工法去堆叠起来的，所以其实古厝是非常有温度的建筑。伫修复古厝的现场，大量有是少数的少年人，就算爱忍受吹风曝日，毋过师傅代代相传的工法，背后有古早人的智慧，互伊了解修复的毋但是建筑的本身，也有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。做这个很有意思，就是不是说照图施工而已，它还有很多是需要个人的经验，然后还有以前的技术来做融合，不管说是人文啊、历史啊等等的，这些都会包含在里面，所以它不光只是做工而已。蔡志顺对老建筑嘛真有热情，伊甲真有战地色彩的北山谷洋楼改造做旅舍，甲空间交予少年人发挥，青春的创意甲笑声，或者闹热起来。然后我很喜欢金门，很荒谬这点。骑车走在路上，牛会出来当牛。我在这边的努力，这个9年10年，能够留一个可能未来可以改变金门的一个种子在年轻人身上，那他们可能在这边发挥他们的专长。这3段为古厝付出的故事，应用行动来回应故乡，希望为传统的建筑开创未来，继续延续落去。记者叶依莹、连新维金门报道。明仔天气啥款？随台报你知。北部地区上低25度，上悬32度；中部地区上低25度，上悬33度；南部地区上低25度，上悬33度。南部地区上低25度，上悬33度。咱来看外岛地区，23度至31度。还有这3日的气象。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，稍等下请继续收看《青春那个梦》，我是丹妮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